黐線，原來而家黐線都係做網紅嘅，講緊嘅就係呢啲所謂嘅白卡 KOL 啊！用呢個地拖洗頭。唔知你哋由幾時開始留意佢哋呢？本來以為係個別黐線佬嘅瘋癲之作，點知佢哋嘅行為係越嚟越踩界，甚至踏上違法嘅道路啊！而最為人所熟知嘅就係自稱社會破壞者光頭博嘅15歲網絡紅人梁俊賢，佢屬於黃家區嘅墓地。Beyond 已故主音黃家駒嘅墳墓5月俾人破壞，涉案嘅2個人早前成判官批評行為可恥，判15歲嘅男學生。究竟呢一班自稱白卡聯盟嘅人係乜來頭呢？呢一個世界係咪真係咁多癲佬呢？又係乜嘢嘢驅使佢哋拍片擺上網呢？大家好，我係張華南，今日我哋嚟講下好多師兄都吹過無數次嘅題材——白卡聯盟。唔知大家最近錄影片有冇見過類似嘅影片啊？就一個人喺度一邊揈衫一邊唱緊黑玻璃，而當中相關人士都稱呼自己做白卡聯盟啊，以至到白卡呢個名詞又再俾人熟知，甚至連內地都識。而何謂白卡呢？其實就係香港勞工及福利局俾殘疾人士自願登記嘅證件嚟嘅。其實白卡一開始並唔係單指精神病患者嘅，所有嘅傷健人士都可以攞白卡，而且坊間一直流傳住攞白卡好過攞黑卡嘅呢啲玩膠名句，有人網絡上傳白卡持有者只要經過申請審批，每個月可以有2000蚊以上嘅津貼，加上種種嘅優惠嘅。而上面就係其中一位網友貼出嘅白卡綜援收益，但係由於白卡喺社會上唔多唔少都會俾人歧視嘅，而加上近年網絡會將白卡等同於黐線佬，坊間對白卡持有者其實係持恥笑態度嘅。咁點解好地地一張白卡會等同於黐線佬呢？咁就要由香港第一代白卡 KOL 思覺老師講起。思覺老師早於1997年已經喺香港網絡界出現啦，佢嘅言行相當前衛，更自拍用其新買嘅杯嚟打 J， 並且係將相片上傳到網頁嘅，當時就引起咗網界嘅一片哇wow。想俾條周俾你哋睇啊！更加癲嘅係喺2002年4月佢自稱由於上網鋪片被青山醫院精神科醫生視為病態，所以需要入住青山醫院嘅。入院紙啊，入院紙啊，呢張有醫生簽名噶。喺呢個時候，白卡基因嘅膠文化就借入咗香港嘅網絡。有啲係要喺裏邊住一世嘅，我今次唔知要去住幾耐呢？直至而家玩膠都係香港網絡文化重要嘅一環。嗱，老實講啊，其實黐線佬咩時代都有嘅，不過喺自由嘅網絡世界，俾咗白卡滋養新式嘅場地。講真啊，一個人上網發下戇嘢又的確唔係問題嘅。直至到一個男人嘅出現，佢將香港嘅白卡文化完全顛覆晒，將癲狂正式搬上咗台面。天水圍墮天地獄獸。天水圍墮天地獄獸流馬車，流馬車係邊個？我喺度唔展開啦，有興趣可以睇翻我之前嗰條片嘅。如果思覺老師係白卡文化 1.0 時代，流馬車就係白卡界嘅秦始皇。乜嘢徒手汽水機啊，用刀柄捅人，呢啲對佢嚟講都係小兒科啊！嗱，所謂睇人撲街最開心啦，網絡上面都有一班花生友一直鼓吹流馬車去做啲更加過激嘅行為嘅，而馬車佢喺網絡上邊亦都將癲狂發揮到極致啊！如果佢真係淨係喺網絡上發癲都算啦，但係佢係曾經多次線下犯案啊，而每次入冊出冊懺悔再入冊就成為咗所謂嘅馬車循環。更加癲嘅係，當年馬車每次進入懺悔 mode， 都有觀眾喺下面留言話：我支持你啊馬車！因為老實講，流馬車喺唔癲嘅時候講啲嘢都好有煽動性嘅。我想講嘅係喺網絡時代，只要你講嘢有少少道理，真係少少道理嘅啫，都會有人 like。就係因為咁，令到癲狂嘅流馬車正式上位。毫無疑問，呢個網絡環境，只要你有少少輸出，都可以令到癲佬成為真正意義上嘅公眾人物。而就係各位花生友嘅獵奇心態，養大咗呢啲癲佬內心嘅怪獸啊！正係因為咁，馬車之後就有啲別有用心嘅人，見到馬車有流量，可以靠癲上位，而模仿馬車嘅行為，例如喺地鐵大叫啊、發癲亂鬧人、喺公眾地方造成滋擾行為等等啦，佢哋就自稱自己做白卡聯盟。咁究竟白卡聯盟係乜料呢？唔急，等我慢慢講啊！白卡聯盟起初係由一班想靠出位行為模仿流馬車拍片引流量嘅鬆散組合，而當中就包括自稱勇狗嘅26歲的士司機曾維成，自稱私咪嘅16歲男子黃群一，自稱濤哥嘅22歲男子葉子濤，同埋27歲嘅保險從業員葉子健。佢哋一開始係模仿流馬車嘅瘋癲行為，試圖吸引流量。不過比起白卡更加癲嘅係白卡聯盟其中一個創辦人曾維成
其實唔係白卡嚟嘅。你睇佢嘅 live 同埋一啲影片，佢係明確知道自己做緊乜嘢嘅。據佢所講啊，佢係以拍搞笑片嘅形式去吸引流量嘅。而聯盟嘅另一位成員有白卡許光漢之稱嘅黃群一 Simi， 佢亦都坦言做呢啲出位行為只係為咗引流去社交平台。一開始佢哋嘅片都係做啲膠嘢，不過流量始終都係未如理想啊，同大前輩馬車真係有段距離啊。甚至有網民留言啊，鼓吹佢哋再激啲，所以為咗更加多嘅流量，佢哋做啲嘢就越嚟越黐線。除咗開始拍片需要途人之外，甚至有啲影片係有冒犯性嘅行為嘅，好似以下呢一段，呢位綽號勇狗嘅成員啦，自稱做好心派飯俾露宿者，不過佢哋就係用一種恥笑嘅態度去拍片，而且拍完之後仲不斷鬧人講嘢。旁邊嘅成員見露宿者收咗碗飯之後，仲不停呼喝人哋要講多謝。講多謝。喂，似乎你係想撚鳩人多過想做好事喎。雖然佢哋自稱想拍搞笑片嚟引流啊，不過當你搭咗個棚叫做白卡聯盟，當然係會吸引咗啲真係白卡嘅人入嚟啦。而當中就包括自稱社會破壞者嘅光頭博、15歲網絡紅人梁俊賢。光頭博就曾經多次喺影片裏面作出滋擾途人嘅行為，例如喺公眾地方食狗罐頭啦，猥褻女藝人立牌，同埋成個人捐咗入去垃圾桶裏面嘅流量，都可以令一個普通人走向極端，更何況係白卡呢？喺2024年5月，15歲嘅網紅光頭博就連同23歲報稱係冷氣技工嘅網紅葉子韜，對已故歌星黃家駒喺將軍澳華人永遠墳場嘅墳墓大肆破壞啊！佢哋將啲貢品四處亂拋亂咬，並且喺高唱完海闊天空之後，仲親吻黃家駒嘅遺照，繼而再用鐵錘敲碎遺照。光頭博一路拍片，一路對住鏡頭大叫認住我，他日會拯救一切等等嘅瘋癲語句。而另一位男子則將其行兇嘅過程拍低。而其後，警方喺5月19號將兩人拘捕喺裁判庭上面。首被告亦即係光頭博啦，代表大狀就求情話啦，首被告咧患有過度活躍症、自閉症同埋強迫症啊，喺學校唔受歡迎。大概喺2年前喺網上認識咗流馬車等等嘅 KOL， 開始學拍片。從網民嘅反應嚟講咧，佢以為自己係非常受歡迎噶，所以佢為咗博取掌聲，滿足網民，佢先越做越激，越做越癲狂。大狀亦都表示，首被告對黃家駒其實係沒有憎恨嘅，明白佢嘅行為對好多人造成傷害，並且表達悔意噶。而光頭博係唔係真係有悔意，我就不得而知啦。而家離光頭博出冊大概仲有10幾日，喺之前白卡聯盟 IG 上邊期待光頭博回歸嘅貼文下面呢，有唔少花生友就話好期待阿博回歸。冇錯，阿博行上犯罪嘅道路，各位花生友，你哋係有一份功勞嘅。不過對比起白卡聯盟真正潛在嘅危險，阿博只不過係小兒科啫。佢哋究竟有咩危險？聽埋落去啦。相信大家近期睇片都會碌到揈三唱黑玻璃呢類片嘅，可能就連原唱洪家豪都唔知道自己年頭嘅新歌會俾白卡聯盟唱到翻紅。黑玻璃同埋白卡聯盟拉上關係當中嘅關鍵人物，其實係同流馬車同期嘅白卡網紅，而家亦都係白卡聯盟嘅主要成員之一，青衣車寶山。佢同古惑仔裏面嘅車寶山有咩關係，我就唔知道啦。不過早在10年前，青衣車寶山就開始效仿流馬車嘅風格拍片，而至到近幾年加入白卡聯盟之後呢，微博流量都做咗好多出位嘅言行嘅。而佢嘅呢片最大嘅一個特色就係中意除衫。而喺呢個網絡時代，任何嘢都有機會突然間爆紅，就連白卡都一樣。喺今年年中啦，白卡聯盟成員 Simi、車寶山仲有葉子韜就上載咗一條唱黑玻璃嘅片，片中佢哋一邊唱歌一邊噴止汗劑，影響途人同埋後面嘅熟食檔啊！片中怪異嘅行為令到呢條片廣為傳播啦，開始有更加多嘅人關注呢班所謂嘅白卡聯盟。而其後車寶山亦都多次重複呢個公式，喺鬧市裏面一邊除衫揈一邊大唱黑玻璃，令到黑玻璃正式同白卡聯盟扯上關係。嗱，你一個人癲最多係滋擾啫，不過你造成一班人癲，咁就唔係講笑咁簡單啊！開頭可能因為好笑，亦都可能因為流量，令到除咗白卡聯盟之外嘅網民都開始模仿揈衫唱黑玻璃呢樣嘢。之前咪話白卡聯盟一直都係想引流嘅，嗱，今次佢哋通過黑玻璃真係成功咗啦。睇翻佢哋而家 IG 啊，近期嘅影片平均播放都有5-6萬，亦都有越嚟越多嘅人模仿佢哋去唱黑玻璃。而白卡聯盟真正潛在嘅危險就係佢裏面嘅部分模仿者或者關注者係未成年人啊。咁當然啦，白卡聯盟嘅主要成員一部分都係未成年人，佢哋聯盟裏面嘅人喺社交平台上開始鼓吹叫其他人模仿佢哋揈衫，而一啲心智未成熟嘅細路呢，可能就會因為咁樣
模仿而認同呢種為流量上位而不擇手段嘅拍片方式。我唔知係咪有意為之啊？喺佢哋 IG 裏面呢，未成年人出鏡嘅片都係佔相當比例嘅。而喺論壇上面亦都有網民講啦，佢而家細佬嗰張 wallpaper 都係百級聯盟嘅 logo啊！癲佬每個世代都會有，但係鼓吹癲佬繼續發癲，真係今時今日呢個咁畸形嘅網絡環境先會發生。唔單止喺香港啊，喺美帝都有位叫做 Johnny Somari 嘅網紅，喺其他國家即係喺人哋地頭發佈仇恨言論，博出位而俾人真人街霸同埋驅逐出境嘅。百級聯盟又或者講百級網紅之所以可以成軍呢，各位花生友真係功不可沒啊！喺佢哋每一條片嘅下面都有網民話支持佢哋，甚至有人鼓吹呢班癲佬去繼續做啲過激嘅行為，就好似光頭 Bob 咁啊。其實喺破壞先人墳墓之前呢，佢已經劣跡斑斑噶啦，為佢癲嘅，加上各位花生友嘅鼓吹，令光頭 Bob 踏上呢條不歸之路啊！而且佢都唔係特例啊，所謂百級聯盟嘅主要成員呢，大多都有違法行為嘅。然而呢一個咁踩界嘅組織同埋所謂嘅成員喺社交平台嘅 followers 反而係有增冇減噶。當我哋睇緊呢啲所謂百級片嘅時候，你可能會覺得喂，無聊，睇下啲戇鳩片幾過癮，你可能會俾 like 或者會將呢條片轉發俾你嘅朋友。但係其實大家有冇諗過呢一啲行為其實係幫緊佢哋噶？而最好嘅辦法就係唔好點讚，唔好再睇，同埋唔好再轉發。因為你諗下，如果片裏面嗰個受害者係你或者係你屋企人嘅話，咁你又點睇啊？